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由鳳形仙館主辦。香港地方雖然細，但係唔同嘅地區有住獨特嘅景觀同文化。喺香港島山頂地區，我哋可以欣賞到奇特嘅火山岩，感受到殖民地時代嘅英倫氣息。至於喺新界東北嘅吉澳，我哋就可以體驗到鄉村簡樸嘅文化。今集用心看世界，我哋將呢兩種感覺一次過帶俾你哋。香港島四面環海，陸地地形以丘陵地帶為主，最高嘅山峰有海拔552米高。佢就係香港人甚至外國遊客都非常熟悉嘅扯旗山。好多人都會講啦，山頂廣場纜車站附近一帶嘅地方咧，嚟太平山山頂喺呢一度咧，每年咧都會吸引到咧大約600萬人次咧嚟到嘅噃。係啊，喺呢度咧可以飽覽到港島北岸啦，同埋九龍半島一帶嘅景色嘅。不過呢度咧只有300幾米高，就唔係咧港島區嘅一個最高點嚟㗎。實際上咧，山頂嘅位置應該咧就係山頂公園嘅。喺唔同時期咧，太平山所指嘅地域咧都有所唔同嘅。不過喺近年咧，較多人認同咧就係話太平山所指嘅就係香港島西北一系列嘅山嶺，而最高嘅咧就係扯旗山，亦即係咧山頂公園嘅所在地。係啦，咁我哋而家身處嘅山頂廣場一帶咧，實際上都係屬於太平山一系列山嶺嘅其中一個山峽，叫做盧峰峽嘅。無論係太平山定係扯旗山，佢名字嘅由來同香港嘅歷史故事都有非常密切嘅關係。香港位於中國南部嘅沿岸位置，曾經咧受到海賊嘅威脅。傳說就講啦，香港島係巢穴。當有船經過嘅時候咧，啲海賊咧就會去到山頂扯起旗幟為呢個通訊信號，通知啲同黨咧出動打劫。後來咧呢啲海賊咧就被朝廷招安，又或者係被消滅之後咧就太平翻晒，所以咧就叫做太平山啦。另一個講法咧就係根據《香港雜記》所講，當時嘅英國人啦，咁啊當見到有船入嚟嘅時候，就會上到嚟扯旗山呢一度啦，扯起旗幟咁啊報告有船入嚟維多利亞港嘅，咁扯旗山亦都因而得名嘅。無論邊一個傳說先至係太平山，或者係扯旗山名字嘅真實由來，太平山山頂的確為唔同時代成長嘅香港人帶嚟集體回憶。打開屋企入邊嘅相簿，你會發現小時候嘅自己、年青時嘅父母，甚至係自己同仔女，都試過喺太平山山頂上邊留低一幅又一幅嘅相片。老襯亭、凌霄閣，名字改變，眼前嘅香港景象亦都不斷變化。發黃嘅舊照片話咗俾我哋知，時間一分一秒咁向前，唔會為任何事或者人而停留。我哋又何必為咗過去嘅昨天而悲哀，又或者為未曾來臨嘅明天而擔憂？懷住一個平常心，安靜地接受今日嘅生活，無論是好是壞，都好好享受當中嘅過程，人生先會有意義。如果話太平山係一個充滿回憶嘅地方咧，相信大家都唔會反對㗎。咁除咗係小時候啦，爸爸媽媽啦，可能帶我哋嚟影相行山之外啦，仲有就係呢度保留咗唔少英國殖民地時期嘅建築喎。嗱，好似眼前嘅呢一張嘅石凳咁啦，佢就係建於1910年代嘅3合土石凳嚟㗎，保存得相當之完整㗎。除咗呢一張石凳之外咧，其實喺山頂嘅一帶嘅建築物咧，都好有英式嘅風格嘅。原因咧係因為喺開埠初期啦，交通就唔係咁方便，大多數人咧都係用橋嚟上落山嘅，咁所以咧聚居喺呢個山頂嘅人唔係太多。喺1880年代咧，大約都只係得40戶嘅人家住喺度嘅啫。
我諗由於呢個環境咧相當之優美啦，加上氣温咧係比較上涼快嘅，咁吸引咗唔少嘅外國人喺度居住嘅。咁由於交通嘅需求啦，喺1888年咧山頂纜車咧就通車啦。咁直至到1904年咧，政府咧立例咧就禁止華人咧喺山頂地區居住嘅。呢一條嘅條例咧，直至到1947年先至廢止。2011年，美國發生咗民眾佔領華爾街事件。資料顯示，過去30年嚟，美國最富有嘅人，佢哋1%嘅收入增加額，相當於最窮嘅人80%嘅損失，反映咗財富嘅集中同極端嘅不平等分配。所以，一個社會、一個文化要真正向前邁進，靠嘅唔係經濟進步或者係科技成就，而係了解到人同人之間嘅平等關係，因為咁樣先會做到政通人和、人人平等嘅和諧社會。今日要欣賞太平山美麗嘅景色，唔再係外國人或者係有錢人嘅專利，你同我都可以沿住山頂嘅盧吉道，欣賞到具有香港島特色嘅植物。喺山頂行山咧，環境都非常之舒服噶，因為呢度嘅樹林咧好茂密嘅。咁嗱，好似我哋身邊嘅呢一棵嘅榕樹咁啦，由於咧佢個樹冠好闊大啦，而且橫向發展啊，所以遮陰嘅地方亦都特別多嘅。呢啲榕樹咧就造成咗香港島一個特色，亦都係咧就叫石牆樹嘅。咁因為咧香港島就山多地少，好多咧都係呢個依山而建，所以咧就好需要呢啲石牆咧嚟鞏固住呢啲斜坡嘅。時間耐咗啦，咁啊植物就可以開始喺度生長啦。咁但係由於佢生長嘅環境咧係非常之惡劣嘅，所以唔係一啲咧種種嘅大型樹木都可以喺度生長嘅。咁但係榕樹咧就唔同啦，佢根部非常之發達，咁可以找緊呢個石牆，咁就造就咗咧港島區嘅呢一個石牆樹嘅獨特景觀。榕樹屬於桑科榕屬喬木，全世界大約有1000種榕屬植物。主要分布喺熱帶同亞熱帶。香港氣候溫和，所以非常適合榕樹生長。漫遊於大約2公里長嘅盧吉道，我哋已經可以欣賞到不同嘅榕樹品種。榕樹有唔同嘅品種啦，剛才石牆樹見到嘅咧就係屬於本地品種嘅細葉榕啊。咁而身後邊見到嘅咧就係印度橡樹，佢嚟自印度嘅，同樣都係屬於榕樹。咁呢一棵榕樹咧，亦都係盧吉道嘅樹王嚟嘅。我哋可以睇得到咧，佢幾大棵啦，佢嘅高度啦，同埋佢嘅氣根咧係非常之茂盛嘅。咁呢啲氣根咧就懸掛咗喺半空之中咧，咁就喺空中咧吸收佢呢啲水分啦，同埋一啲嘅養料嘅。咁因為呢度咧濕度比較高，所以呢一棵榕樹咧就生長成咁樣啦。高大嘅榕樹，獨特嘅形態的確令人讚嘆大自然嘅力量。不過，如果我哋用心觀察，將目光放到喺石隙上，你就會明白，任何高大嘅樹木，原來都係嚟自毫不起眼嘅青苔。石頭嘅表面咧，好多時都會生咗青苔嘅。咁青苔就包括咗苔類同埋蘚類。嗱，蘚類咧就係我哋眼前呢一啲啦。咁你見到佢好似地氈咁嘅，一層層，而且咧有高度嘅。咁苔類咧喺九龍同埋新界咧的而且確好少見嘅，但喺山頂嘅盧吉道啦同埋夏力道咧，我哋就可以見得到啦。原因咧就係港島區係四面環海，比較潮濕啦，加上山頂地區啦，人為嘅破壞係比較少，咁可以保持住一個原生嘅環境，所以好適合苔類喺度生長嘅。喺我身後邊咧，呢啲咧就係苔類嚟嘅。咁苔類有個特點嘅，佢唔會向高生長，佢會扁平一片咁樣啦。嗱，而且呢一隻咧就叫地錢。我哋睇到咧喺佢上面有啲圓形嘅繁殖睇到啦，佢會產生一啲孢子，幫助咧繼續繁殖生長嘅。而且咧佢對環境嘅要求非常之高，所以我哋今日咧喺山頂見到嘅咧係非常之好彩嘅。因為氣候同地域嘅因素，令太平山山頂一帶嘅植物有住獨特嘅特色。同樣地，呢兩個原因亦都令到呢一帶嘅山形睇上嚟同九龍一帶嘅高山有住截然不同嘅兩種感覺。喺香港島最高嘅山咧就係扯旗山，
佢係屬於咧香港境內第11高嘅山嶺嚟嘅。無論係扯旗山定我身後邊喺香港島排第4嘅西高山都好啦，但係相對於九龍同埋新界嘅高山嚟講咧，香港島嘅山咧都唔係好高嘅啫。佢係屬於咧第3期火山爆發所形成嘅，所以咧火山灰咧就冇咁厚。再經過風化侵蝕之後咧，佢所形成嘅山咧都比較矮嘅噃。而港島區嘅山咧，另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山坡上面咧長滿咗好茂密嘅樹嘅。咁原因咧就係咧香港係位於中國咧以南嘅近海嘅位置。咁當啲潮濕嘅海風啦由南邊吹過嚟嘅時候咧，呢一系列嘅山咧就會阻擋住，咁形成咗一個潮濕嘅環境。咁再加上咧土壤肥沃咧，所以就生長咗好多高大嘅樹木啦。火山岩雖然抗侵蝕力較高，但經過漫長嘅歲月，仍然會被大自然各種嘅力量造成各種獨特嘅形態。喺太平山山頂一帶，就有一塊形狀似海龜嘅石塊，有唔少香港陸沉嘅傳聞都同佢有關。傳說呢一隻石龜爬到海中，香港就會陸沉。其實身後邊嘅呢一隻石龜咧，都只不過係普通嘅火山岩嚟嘅啫。從地質學角度嚟講啦，同呢個陸沉應該冇關係噶啦。喺香港島咧，大多數嘅岩石咧都係火山岩嚟㗎，包括咧太平山山頂呢一度啊。咁啊喺中侏羅紀時期咧所形成嘅，咁喺第3次嘅火山爆發啦，咁就覆蓋咗香港島啦、九龍半島一帶。咁呢一啲嘅岩石咧，我哋稱之為淺水灣組。咁香港嘅岩石咧係偏酸性嘅，咁經過長時間嘅風化侵蝕啦，加上咧呢嚿石頭咧佢係比較一個當風嘅位置啊，咁一啲容易被侵蝕嘅部分啦就被帶走咗，剩低落嚟咧堅硬嘅部分咧，咁通常一啲石核嘅部分啦，咁就會形成一啲唔同嘅形狀，好似呢個石頭啦就似一隻龜咁樣啦。如果我哋行近啲睇啦，就會見到佢嘅碎屑咧係會比較大，晶體咧係比較粗嘅。世界上萬事萬物都包含住無限嘅智慧，就連一嚿普通嘅火山岩，佢都可以令我哋認識更多有關香港地質嘅發展。所以如果我哋只有一個自滿嘅心，睇到嘅亦都只會係有限嘅風光。好多時行山咧都會有一種新嘅感覺嘅體驗嘅，每一次都有啲唔同。但係好多時人哋都會問咧，點解好似你其實行港島又好啦，行九龍又好，或者新界嘅一啲山，其實咪又係都係樹啊、草啊、石頭，有乜分別啫？點解要不斷咁樣行？其實就睇你肯唔肯即係用個心去睇嗰個分別。係咯，就好似其實每笪地方都有嘅歷史咧，佢嘅故事喺度咧，你要用心去感受下咧，你就會感覺到佢裏邊嗰個質量嗰個質感係唔同嘅。就好似譬如好似太平山呢一度，以前會有好多外國人喺度居住啦。相對翻譬如九龍寨城咁樣，兩笪地方基本上所出嚟嗰個 background， 所有嘢都係唔同嘅。所以我覺得有陣時要用心去感受下咯。即係譬如每一個人本身自己嗰個質量都好，即係本身好似都係獨一無二，都係獨一無二嘅。即係有陣時，當然每個人睇每一件事都有佢自己嘅觀點角度，但係當你好似你自己嗰杯水裏邊嗰杯水滿晒，當人哋講啲乜嘢都好，可能你第一個反應我知啦，我識啦，甚至乎可能再大啲反應你呃我，一定唔係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咪應該要多啲去接納啲咧？係，其實即係當你永遠真係好自負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排他性係好強嘅，即係你睇唔到身邊嘅人嘅優點，你覺得所有人都唔及你，你永遠其實最大嘅得益嗰個絕對唔係你自己，反而其實最蠢嗰係你，因為你永遠都帶唔到人哋嘅智慧落自己個袋嗰度。就好似人哋講啦，即係道家有句説話啦，就係大巧若拙。咁就係如果有一個人即係好叻嘅時候，佢反而唔會話不斷咁話俾你聽，我好叻啊，我識幾多嘅嘢。其實反而會我自己會收埋。當我適當行動嘅時候，我會表現出嚟。如果你下下淨係我講話俾你聽，我幾叻，最終其實蝕底嗰係你，因為大家都可能會針對你。所以有智慧嘅人其實有陣時係唔需要出聲，你嘅行動可以證明得到。所以咧有陣時風景靚唔靚，好在乎於你自己嘅胸襟。你個胸襟越大，睇出嚟嘅嘢就會越靚。人體嘅心臟
大約就好似一個拳頭咁大，重量大約有350克。如果我哋將一份謙虛放入心入面，我哋嘅心重量不變，但亮度就會變得無限，視野就會變得更廣闊。就等我哋繼續用一個可以容納百川嘅心胸同眼界去觀察呢一個大自然。下一節返嚟，我哋會去到新界東北嘅吉澳。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展現中華文化，發揚道教思想。要重溫道通天地節目內容，可以登入 www.taoist.tv。香港東北有為數不少嘅島嶼，由於鄰近沙頭角，其中一個較大嘅島嶼吉澳喺幾百年前已經開始有人聚居。吉澳四面環海，對出嘅咧就係中國南方邊緣嘅大鵬灣海域。喺好多年前咧，呢度已經有漁船經過噶啦。喺風高浪大嘅時候咧，佢哋仲會泊入嚟。村民咧取其吉祥嘅意思，所以咧呢一度就叫吉澳啦。係啦，咁中國咧有漁船經過嘅地方啦，咁好多時咧都會見有呢一個天后廟嘅，咁就供奉住咧世人咧稱佢為呢一個海洋保護神嘅一個道教神仙天后娘娘嘅。吉澳嘅天后宮咧，可以話係吉澳嘅代表建築嚟嘅，但係幾時興建咧已經無從稽考啦。不過咧，宮入邊咧就保存住一座古鐘，寫住乾隆28年，即係咧1763年。咁專家就推算啦，呢一座天后宮喺呢個清初時期咧已經存在，距離而家咧已經有300幾年嘅歷史㗎啦。300幾年前，吉澳已經開始有人居住。當時島上面有10條村落，共有43個氏族。去到1950年至1960年代，吉澳因為盛產優質美味嘅響螺而出名。當時更加係吉澳發展嘅全盛期，有大約4000幾人聚居。以前吉澳嘅村民呢，大多數都係以捕魚為生嘅。吉澳對出嘅呢，就係大鵬灣，外海嘅風浪呢，就比較大。不過呢，吉澳嘅島形呢，就成一個彎彎曲嘅形狀，好似一個中文字嘅之字咁樣，所以呢，呢度嘅海灣係比較深，就會形成咗一個天然嘅避風港啦。係啦，咁身旁咧就係一個天然嘅避風港啦。咁漁船咧就可以停泊喺度，咁就方便一啲漁民咧喺度聚居嘅。咁但係50年代嘅時候啦，咁政府咧就更加將呢一度挖深咗，咁形成咗一個避風塘嘅。咁根據村民所講啦，除咗啦係吉澳嘅漁船會停泊喺度之外啦，內地嘅一啲漁船咧打風嘅時候咧都會停喺度嘅。50年代啦，可以話係吉澳嘅全盛時期嚟。吉澳海域嘅水質咧都的而且確幾好㗎。喺佢嘅南邊咧就係印洲塘，印洲塘咧就係香港嘅海岸公園。可想而知咧，佢嘅海洋生物咧有幾多樣性。而喺佢嘅水底咧，我哋仲會見到軟珊瑚添。係啊，咁根據咧漁農處嘅資料咧顯示咧，就喺2012年期間咧，吉澳呢片海域咧可以揾到咧一種咧好珍貴嘅海洋生物管海馬嘅。現時吉澳大部分嘅村民已經搬離呢一度。漁業停止運作，加上地處偏僻，吉澳嘅人類活動相對香港市區少，令呢一度嘅水域仍然可以保存較佳嘅質素，提供一個生境俾海洋生物繼續繁殖。能夠有一個生境俾海洋生物繼續繁殖，本來係一個值得開心嘅消息。但係當我哋細心思考，點解當吉澳冇咩人再居住，又或者當少人嚟到呢一度嘅時候，大自然嘅環境先可以繼續喺度保存同發展。我哋人類對大自然嚟講，扮演住一個點樣嘅角色呢？道經有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指出咗自然同人之間、宇宙大生命同個體小生命之間，應該要維持一種互動同埋和諧嘅關係。道教養生嘅思想唔單止指人類嘅精神同肉體，更涵蓋萬物眾生。
道教認為咧，人同大自然應該係要和諧共處㗎。喺人類發展嘅同時間咧，我哋亦都要愛護環境。咁其實咧，保護環境咧係道教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嚟㗎。咁所以一啲嘅道教團體咧都會非常之注重呢一個環境保育嘅慈善工作㗎。好多人咧都會話愛護植物、海洋生物。其實咧，教育嘅重要性咧，我哋絕對係唔可以忽視嘅。嗱，因為我哋嘅下一代咧，要絕對俾佢知道究竟地球原本嘅面貌係點樣，而家地球究竟係面對住一個咩嘅問題。當你知道咗，我哋咧就要將呢一個概念變成你相信嘅嘢，喺你嘅日常生活裏邊咧，用你哋嘅實際行動實行環保。否則咧，我哋只會將環保呢一樣嘢咧變為一個口號式嘅行為。其實咧，咁樣係做唔得耐嘅。係啊嘛，教育下一代咧係相當之重要㗎。咁所以道教蓬瀛仙館咧就贊助咗身後邊嘅吉澳地質教育中心嘅營運經費㗎。咁希望為呢個社區咧出一分力，令到更多人咧認識呢個環境保育嘅重要性嘅。吉澳地質教育中心成立於2010年，坐落喺吉澳大街天后宮嘅旁邊。整間教育中心由村屋改建而成，可以話係政府、吉澳村民以及蓬瀛仙館3方面合作嘅努力成果。地質教育中心入邊咧，我哋揾到唔少關於吉澳，甚至乎係香港地質歷史同埋資料嘅。我哋可以睇到呢一個地質年表咁樣啦，佢清楚介紹咗地球嘅地質同埋呢個生態嘅變化。其實我哋睇完呢個表，再睇翻我哋而家嘅地球，你會睇到氣候嘅變化、溫室效應，其實唔係發生喺地球嘅某一個角落，係嚴重影響緊你同埋我嘅。地質教育中心之內，仲展出咗天后娘娘嘅服飾同天后誕出巡時用嘅神轎。嗱，呢啲嘅花轎同埋服飾咧，都係吉澳嘅村民咧捐贈出嚟㗎。佢之所以捐贈出嚟啦，就相信唔係因為呢啲物品咧已經冇用啦，又或者放喺屋企浪費地方，而係佢哋希望咧更多嘅人咧認識以前嘅吉澳係點樣啊。咁同埋咧當時咧舉行呢一個天后誕出巡嘅時候，盛況又係點？呢啲咧唔單止係一啲好珍貴嘅物品，仲係吉澳村民嘅集體回憶，廣東村落文化好珍貴嘅傳統部分。200幾年前，吉澳嘅村民開始舉行每10年一屆嘅安農太平清醮，祈求風調雨順。時至今日，吉澳仍然保留呢一個咁特別嘅廣東傳統文化。好多年青人都會忽視自己嘅傳統文化，但係當我哋打開報章，見到一段段仔殺父母、學生恐嚇老師等等驚人嘅新聞之後，不禁令人慨嘆，人倫道德觀念與傳統文化一同消失喺社會之中。傳統文化提醒住我哋標準嘅道德價值、健全嘅人倫社會架構。只有重新認識呢一啲傳統價值觀，先可以建立一個和諧社會。